阮就是浪漫人，爽快的浪漫人。每日无代志是过数，有时食较有，有时食较无。暗来切去，拢是差不多。阮就是生理人，爽快的生理人，每日快乐做生理。有时生理有，有时生理无，暗来切去，拢是差不多。阮就是做工人，爽快的做工人，每日快乐来做工。有时赚较有，有时赚较无，暗来切去，拢是差不多。